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校園空間規劃與工程安全座談會。哇，真係好多謝大家今日抽時間嚟到現場啊！咁今日我哋都好開心啊，邀請到赤道設計代表嚟到現場，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一路做校園設計嘅經驗。好，咁我哋一齊歡迎佢先。好多謝你今日願意嚟到現場啊！多謝邀請。好啊，咁我哋坐低慢慢傾。咁首先，其實好多學校喺規劃新空間或者進行翻新工程之前，都會遇到一個問題，到底點樣先可以揀到一間真正適合自己學校嘅設計公司呢？其實我覺得學校揾設計公司同一般商業項目真係有少少唔同，因為學校空間唔單止係要設計靚，更重要係要睇間公司有冇真正做開學校項目，明唔明白學校每日運作實際需要，同時亦要熟悉香港學校工程要求，最好係教育局認可嘅服務供應商，咁先更加有保障。做學校工程，安全一定係第一嘅，由場地防護、施工安排到物料選擇，每一步都唔可以馬虎。所以其實要揀一間合適嘅公司，最重要都係睇佢有冇經驗、有冇安全意識，同埋係咪真正熟悉學校項目。係啊，你頭先講到嘅幾個重點真係好重要，每一樣都直接影響最後個工程效果。咁講到預算方面，其實好多學校資源都有限，咁點樣可以將每一分錢用喺真正最有價值嘅地方呢？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都係坦白溝通，學校一開始講清楚自己嘅要求、預算同限制，大家先可以揾到最適合嘅方案。最怕就係估下，諗到太理想化。其實學校最需要嘅就係穩陣、耐用同埋有合理性價比。係啊，所以前期溝通真係好重要。咁講到暑假工程時間通常都比較緊，點樣先可以確保順利完成、準時迎接開學呢？其實關鍵都係溝通同團隊合作，由設計確認、選料到現場複尺、工廠生產，再運到香港安裝，每一步都要配合好。學校亦要有專人統籌意見，大家一齊跟進，先可以確保工程順利完成。另外一點都好重要，就係工程一定要合法合規，由材料選擇開始，要有防火證明。如果涉及特殊項目，亦要由 AP 同 RSE 確認簽署。現場施工人員一定要持牌，亦要簽署相關國家安全聲明。呢啲先係工程最基本嘅保障。好多謝赤道設計今日嘅專業分享，由空間規劃、工程安全到合法合規，其實每一個細節都會影響學校項目最後嘅效果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俾大家喺規劃校園工程時有更多參考同方向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